喺加拿大生活，大家都想身心健康。當身體不適嘅時候，會唔會因為唔想影響生計而低估咗身體發出嘅信號，錯過咗最好嘅治療嘅時機呢？今日我哋請到身處喺香港天恒外科嘅丁江寧醫生，同我哋講下現代都市人可能會遇上嘅健康問題。咁其中一個成日常聽到咧就係乳癌啦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 Novella Wealth 加拿大理財生活頻道，我哋係位於 BC 省列治文市嘅一間保險投資及財富管理公司，主要分享專業實用嘅加拿大財務規劃、保險投資、稅務同生活知識嘅影片。如果你對呢啲話題都有興趣，希望你訂閱頻道同埋撳埋個鐘支持我哋。Novella Wealth 加拿大理財生活頻道全新健康系列，由 Kinson 訪問遠喺香港嘅丁江寧醫生，同大家探討幾個都市人生活常見嘅危疾，包括大腸癌、甲狀腺癌、乳癌同腎上腺腫瘤，讓你預防勝於治療，更健康無憂咁享受家國生活。你好，丁醫生，我想問問你咧，其實乳癌嘅成因係啲乜嘢咧？其實係咪男性都有機會會患上㗎？兩個問題啦。第一，乳癌嘅嗰個原因咧，其實主要咧喺女性嗰度咧，我哋就講緊咧係一個雌性荷爾蒙嘅呢一個 exposure 過多，即係話咧身體長期處於咧高雌性荷爾蒙嘅一個情況狀態。咁包括咩咧？嗱，初經好早嘅病人啦，佢唔結婚啦，亦都冇生 BB 啦，生完 BB 冇餵人奶啦，好遲停經啦，有食呢一個避孕藥啦，因為其實避孕藥係咩嚟嘅咧？其實根本就係雌激素嚟嘅。OK， 咁呢啲咧都係令到嗰個女性咧係長期處於乜嘢咧？就處於一個咧係好高濃度嘅一個雌激素。因為我哋知道懷孕其實係好好嘅，尤其早懷孕咧係令到咧嗰個雌激素咧係減咗落嚟。咁如果冇懷孕過或者好遲先懷嘅一個 BB 咧，其實個雌激素咧就會長期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。咁而乳癌咧，其實就係正正咧係受住雌激素咧係誘發佢。咁所以咧，如果雌激素長期係處於高位高水平咧，就好容易誘發乳癌。咁當然啦，仲有其他譬如話環境嘅因素啦，同基因嘅因素，包括咩咧？如果你屋企人譬如話原來媽媽家姐全部都有乳癌嘅，或者卵巢癌嘅，其實咧呢啲我哋就定義咧，可能你身上有 BRCA gene 啦。咁BRCA gene 咧就係講緊咧你基因上面出錯，而令到你好容易有乳癌啊，同埋呢個卵巢癌。咁仲有環境嘅因素啦，譬如話你食煙啦，OK， 咁肥胖原來都係一個乳癌嘅原因啦。喺加拿大雖然有醫療保障，但係如果危疾係發生喺你身上嘅時候，一次性嘅龐大開支，亦都會對你屋企有好大影響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關於危疾保險嘅保障，即刻同我哋聯絡，一齊去保障你嘅未來。咁男性會唔會有乳癌咧？係會喎，因為咧其實男性咧係有預防嘅，只不過男性裏邊咧，我哋嘅睾酮體咧嗰個雄激素咧好高，咁長期壓住咗嗰個雌激素嘅嗰個 effect 咧，令到我哋個乳房冇辦法 develop 發展出嚟。咁但係其實男性係有乳房組織嘅，係有乳房，咁而男性嘅乳係有機會去發生乳癌，但係當然機會相對女性梗係少啦，因為我頭先講絕大部分嘅乳癌都係因為雌激素過多而誘發出嚟嘅。咁男性本身身體我哋有雌激素，不過嘅量係少，所以咧男性患上乳癌嘅機會率就變低啲啦。明白。咁我想問丁醫生咧，其實乳癌有冇啲咩症狀，或者會身體上面你有啲咩唔舒服，你會察覺到呢樣嘢嘅？其實嗱，如果咧乳癌咧去到好後期，譬如話已經開始瘦唞氣唞得唔掂，肺積水咁其實咧呢啲係好後期，即係擴散咗出去啦。咁反而咧最早出現嘅咧，通常都係個乳房咧摸到啲唔正常嘅硬塊啦，或者咧佢個質地唔同咗。如果嗰個瘤咧係生喺好緊皮表皮嘅咧，咁嗰個女性咧其實就會好敏感，佢會 feel 到咦唔正常喎，摸到一嚿嘢，咁呢個就係最典型嘅一個乳癌嘅病徵啦。咁但係當嗰個癌咧唔係好大嚿，
或者佢匿喺咧嗰個乳頭或者乳暈下邊嘅時候咧，嗱嗰個表徵咧就會變成係咩咧？個乳頭會無啦啦凹咗落去啊，咁同埋咧佢會分泌一啲咧血水出嚟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一個女性佢係單邊，唔係兩邊都有，係單邊嘅流一啲血水喺乳頭度，而個乳頭係變咗樣咧，嗱呢個係好重要去盡快揾醫生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表徵，話俾你聽，你有機會係乳癌。咁當然個乳癌未必係生喺好近皮嘅，或者近乳頭，令到你有症狀啦。如果生喺一啲好深嘅位咧，嗰個女性咧就會覺得個乳房有機會痛啦，或者個質地摸落去個感覺唔同咗。嗱呢種乳癌咧就特別難去 detect 嘅。咁最後一種咧就叫做 inflammatory breast cancer。呢種乳癌咧就好難搞，因為咧佢嘅 prognosis 佢嘅前景係好差嘅，就係成個乳房咧好似發咗炎咁，啲皮膚咧就會好似變咗一個橙皮咁啦。嗱，我哋叫 pigmental changes 啊，咁啊佢咧就個皮膚質地變到好怪啦，咁啊同埋紅腫啦，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咧 inflammatory breast cancer 嘅表徵啦。嗱咁，譬如據我嘅認知咧，譬如話我哋都會有一啲乳癌嘅篩選嘅，即係譬如可以做 mammogram 啦。咁其實我如果定期去做呢個 mammogram 嘅時候，係咪又代表係好穩陣啊？即係照到冇嘢就係好安全咁樣咧？會係？其實咧就screening 啦，或者 surveillance 咧係值得嘅，因為乳癌喺世界上邊個發展咗嘅，即係已發展國家咧女性咧，其實個乳癌都係多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世衛有佢嘅建議啦。咁譬如話35歲以後啦，如果你想做 screening 咧，我哋就建議咧係 mammogram， 即係夾胸加超聲波。35或30歲前咧，我哋就建議淨係做超聲波。原因就係因為咧30歲前或者35歲前，唔同國家唔同嘅年期分段啦。咁佢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嗰陣時咧，嗰個乳房咧仲係一個好實質、好多嘅一啲實物，咁好 dense 我哋叫即係好密集啊。咁嗰個凹造影咧，其實未必揾到，未必好 sensitive 去 detect 去揾一啲癌或者一啲唔正常嘅腫塊出嚟。咁當然有 screening 總好過冇 screening，因為咧我哋其實成日都話，我哋而家醫學咧就係想揾到一啲咧好早揾到嗰個癌症出嚟，可能佢喺第一期我哋已經揾到佢出嚟做咗個手術，咁變相咧之後嗰個治療咧會減咗好多咧唔想要嘅嘢，尤其譬如話大部分女性最擔心嘅咧就係化療，或者最擔心嘅就係原來成個乳房要切除。咁如果你喺好早期揾到嘅時候咧，咁嗰個乳癌嘅手術就可能唔需要成個乳房犧牲啦，或者你根本就唔需要化療啦，咁所以咧，好似你咁講 surveillance， 即係話不停咁樣去做一個篩選 screening 嘅照造影咧，個用途咧未必係用嚟幫你防止乳癌，但係佢可以幫你及早揾到乳癌，而令到你個治療嘅嗰個創傷性咧盡量減低，同埋令到個前景同埋翻發率盡量好咯。我當我今日嚟去見丁醫生嚟啦，咁通常個程序係點樣做嘅咧？或者跟住治療方式係有啲乜嘢嘅咧？會總共嘅時間大概幾耐左右啦？同埋如果我真係要翻嚟香港去做嘅時候，咁通常嘅費用大概係幾多左右咧？會係乳癌基本上揾到之後咧，其實咧除非有一個好可疑嘅情況下，我哋懷疑擴散咗出去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可以 skip 咗一個全身 whole body 嘅 screening， 即係 CT 或者正電子掃描嘅。咁直接跳落去手術。咁當然啦，病人如果想話我都想知道緊其他地方有冇，其實都唔耽誤好多時間，就照個 PET CT 或者 CT 啦。咁好啦，做手術咧，究竟係做局部定係可以做到成個，定係一定要成個乳房切除啊？嗱，呢啲咧就好視乎咧，究竟咧個乳癌咧係邊個位啦，幾大啦，佢對個皮嘅侵蝕有幾多啦？咁要視乎咧，究竟咧頭先我講啦，包括臨床超聲波壓胸造影同埋抽針咧，嗰個結論咧就會知道咧大概其實我會較為建議係局部切啦，定係全個乳房切。咁好啦，另外咧
病人好多時會上網查到，原來而家咧有啲方針咧先做電療、化療，先做咗化療，跟住先係做手術喎。嗱呢個咧就又係啦，要好視乎究竟嗰種係咩癌啦、大細啦、個病人嘅期望，咁所以咧就要真係面對面攞晒所有資料去傾咧，先會有一個 fix 嘅方針。咁但係大致上都係手術加一個加減電療加減化療加減標靶，再加埋荷爾蒙治療咯。嗱咁一般嚟講咧，手術嚟講咧，香港咧我哋一般咧 booking 咧就大約1-2個禮拜揾到個期咧做手術，住院咧大約3至4日，康復期咧大約1零2個禮拜。咁所以咧整個過程其實1個月已經可以完嘅啦。咁至於再落去後續咧，化療啊，如果真係要化療、標靶啊、電療嗰啲咧，就講緊咧要半年嘅時間。咁當然啦，荷爾蒙嘅治療就再長啲啦，一般講緊5至10年，視乎係邊一隻藥啦。咁呢一啲咧後續嘅治療咧，病人咧就未必咧可以真係完全留喺香港去進行晒成個療程。咁我就會咧幫手咧去寫一啲 referral， 寫到好清楚，去俾佢住嘅國家，譬如加拿大嘅朋友加拿大嗰邊嘅醫生咧，話俾佢聽其實我揾到啲乜，我做咗啲乜，令到咧對方可以好清晰、好快咧做到後續嘅治療。咁至於費用方面咧，其實手術嗰度咧，一般咧講緊咧就大約15至20萬。去係完晒成個手術嘅，包括晒所有醫院嘅嘅治療費用所有嘢。咁當然亦都要視乎究竟個病人咧係有冇做埋重建嘅手術。如果加埋咧整形外科醫生一齊做一個重建成個乳房同素嘅手術咧，個手術費就會再貴啲。咁如果唔係咧，一般嚟講咧15至20萬咧就會包晒所有嘢。咁當然啦，後續嘅治療，譬如話腫瘤科嘅化療電療呢一個標靶藥嗰啲咧，就要視乎究竟其實個病人需唔需要做啦，佢會喺邊度進行啦。咁呢個咧就好難去就咁樣去估計評估啦。喺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咧，因為其實我哋公司係做一個人壽保險嘅行業啦，其實喺呢幾年裏邊咧，我哋發覺同我哋危疾保險咧，係關於乳癌嘅 claim 咧，喺呢1-2年咧係多咗好多，亦都係相對嚟講係年輕嘅。咁其實亦都好多謝今日丁醫生咧，你喺短短嘅時間裏邊咧，俾到我哋對呢個乳癌去初步了解認識咁多啦，即係唔會就係話乳癌我聽到就好驚啊。咁其實亦都係可以有治療嘅，亦都好清楚個步驟嘅。咁我今日好多謝天恒外科嘅丁江寧醫生去分享啦。如果你哋對以上嘅內容有更加多想多啲了解嘅時候咧，其實可以留言同我哋溝通嘅喎。如果你想行前多一步，保障你喺身體唔舒服嘅時候有更加多資源上面嘅選擇咧，我會建議你同我哋傾下有關喺加拿大危疾保險係點樣可以幫到你。喺呢個角落頭上面咧有個 QR code 啦，可以同佢掃掃 QR code，同我約一個時間去同你做一個度身訂做一個計劃嘅喎。咁好啦，今日我哋多謝丁醫生嘅時間，拜拜。